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小龍，春回大地最要護好個肝。神農爺爺，點解春季要特別養肝噶？中醫講春屬木，肝都屬木，春氣通肝，唔養好就易攰，皮膚差噶。第一招，早睡早起，早上5到7點之間起身，肝先可以好好排毒啊。神農爺爺，仲有咩動作可以幫助啊？由太沖穴疏肝解鬱，每日5分鐘就得啦。第二招，多飲桑葉枸杞茶，清肝明目，春季最適合。第三招，少發脾氣，心平氣和，肝最怕鬱結，開心先至養肝啊！我知啦，3個習慣護好個肝，春季精精神神。對啦，養肝從今日做起，